國際消息來看，英國倫敦16有2場大遊行，一邊是反移民示威，一邊是挺巴勒斯坦反種族主義。為了防止雙方起衝突，警方出動4000人落空戒備。16這場名叫做“團結王國”的遊行，是基於的運動者湯米·羅賓森發動，抗議傷濟移民進入英國，因批評伊斯蘭文化加多元政策，正直咧減弱因所認為的英國傳統身份的價值。示威者對倫敦市中心火盆走向國會廣場，警方估計有6萬多人，現場大家舉國旗、標語牌、頂頭寫把家己的國家提回來，批評斯卡爾政府和問題惡化，有人舉12架，講基督信仰這是英國的核心價值。 The demographic of this country is changing without us being asked about it. Most elections in recent times have been asking to stop the immigration, the illegal immigration into this country, and the demographic change. 同一個時間，在倫敦西區，另外一場立場完全無同款的示威，是紀念1948年以色列建國的時陣，大批巴勒斯坦人被漂流浪的災難日。伊也宣揚反對法西斯、反種族主義。示威者擔心英國甚至規個歐洲極右敗壞的思想愈來愈懸，以色列用武力迫害逃散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攏未被追究責任。Today is also Eurovision. I'm not a big supporter of it, but we should all be boycotting it this time because Israel is in it and they're committing a genocide. And Russia was kicked out in 2022. My message to the powers that be is stop supporting Israel, stop sending arms to Israel. 這場示威有幾多千人來參加，加反移民示威比起來規模加正細，不過依然有未當核實的聲音。這天也是英格蘭卡總杯決賽，倫敦警方動員4000位警力，出動無人機、直升機加警告警備維護安全，防止兩邊的示威人士接觸。在這天總共逮捕43人，經濟大致上是穩定，不過也看出英國社會之間的壁壘是愈來愈深。公司新聞施惠中編輯。